伫咧去年7月，嘉义举办虎爷绕境活动的时发生爆炸，造成29个人受伤。嫌犯咱像是调钢筋伫咧人济所在来藏爆炸物。虽然伊是否认犯案，不过检方有伫因兜找到大量的炸药甲原料，所以将这个查甫人提起公诉。也法官嘛认定这个嫌犯无差别攻击，佮无要悔改，所以一审甲判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归死人。 现场有封锁线，除了塑胶椅啊，佮有袂少幼幼的碎片。警方详细采证，去年7月15暗头啊，嘉义河林境金虎夜会举行绕境活动，煞向发生爆炸，造成29个民众受伤，其中这上细汉的伤者敢若2岁。检警追查3个月，掠到41岁姓赵的查甫人，怀疑伊伫铁盒内底放火药钢珠制造土制炸弹，再佮用遥控引爆。部分的那个 受伤的民众啊，因为伤势严重，那住院之后啊，进行多次的清创手术，急救得以之后才救回啊。检方伫姓赵的查甫人睡厝的所在，发现爆炸威力加起来超过10粒手榴弹药量的炸药成品，佮有火药的原料，甲这个查甫人起诉。嘉义地院审理了后，认为伊的行为是有预谋的，嘛是无差别随机的攻击，犯罪行为重大，一审当判无期徒刑。而且本件是属于预谋型的无差别攻击行为，被告凶残而手段冷酷，情节重大，故合议庭判处被告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那关于伤患在之前的受伤以及住院，那本会都给予最大的协助。 那以及提供慰问。法院依照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判姓赵的查甫人无期徒刑。伊嘛对去年10月防受压交打，专案也会当上诉。嘉义河林境金虎夜会是回应尊重判决，嘛会提供伤者伫咧过程当中全力协助。后续嘛会陪伴因讨赔偿，也是申请犯罪被害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